收看《向前同乐比，大家来上比呀哈！大家好，我是客家甜心朱海娟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小王子用比。哎呦，比，係啊哎呦，又嚟到一個安的前嘅地方，苗栗啦，係啊，嚟呢個苗栗菜市嘅鄉親朋友來釣鬧熱。釣鬧熱係啊啊，好，釣鬧熱之前呢，就先來介紹評審先生咯。陳美蘭先生、莊春燦先生、林思玲先生、莊先生，我來帶來精彩嘅表演啊！精唔精彩，按照總的精彩講啦。哦普通人講精彩啦。係，係啊，你係普通人啊？看就啲啊，是啊，係，我唔係普通人。係啊，你高人一等你講喊好好。好，冇問題，就等下聽來看下嘅表演。會講颱風咯。係，哦。因為我是講西安的啦。颱風西安強。係呀，我這個很特別的。冬天。哎呀，嗰時候就會來看厲害、精彩100分嘅表演啦，歡迎鍾先生。有一屆翠竹本上網，木下當筆，掀開銀行，對佢來講千係命，愛佢出錢，你唔思想，講倆營業。望翠竹好點點十八太平，小腳魔力來到面窗，貴身上下汗流墨落木珠白，唔開街面色咪變前往。家不讓看到，除非嚇壞咧，就香港出當建裝，去到戰所唱一個醫生，進來留機來看病，醫生來到先那夾進個留機量，有留機大脈相射看，看好卡必準備留機開藥房。我講翠竹啊，你身體好氣，該200平好相中，外部身體卻啉心痛，我開到什麼半夜啊？望翠竹糖了繞頭開再講，做唔得，該什麼條鬼賣唔起，拜託先生留我換藥方啊！什麼條鬼賣唔起哦？該唔用什麼，卻用熟體，用熟體吃了2片好過沒窮用，熟體好便宜，我開熟體半夜好咧。望翠竹糖了喊氣繞頭開再講，做唔得，嫌我買熟體，我今年每名去檢驗羅網，熟體我未買唔起啊！了醫生糖了，該心肝想，嘿，了張人愛錢冇愛命，該拄到了種壓七鬼，實在咪冇會講，既然連熟體你就買唔起，我看你愛用偏方。偏方？乜個偏方？為好便宜嗎？嘿，外省就係用呢個偏方，你裝完切家餓為尿，按嗰家幾兩熟油變湯，用湯水6月淋落去，幫你飲水吃到好中爽。望翠竹糖了心肝痛，日講，先生啊，我最中意就係呢個偏方，不過有一件事情係讓你來參詳，係唔係做啲單槍成妖梅家湯啊？掌聲！哎呀，這個說唱藝術啊，真的是張大師來着的，還有小林老師啊，唐川大哥啊，日頭寒，日講講啊，唔係佢講啊。喂，你等下聽唱來公平的時間，唔好講嘢呢。我做咩講解啊？做唔得，是你點可以講？3作幾耐？
做好啊，该给好了。冇做散的嘛。有哪个地多？你还没看到还有内服哦。喂，哎呀，有向多张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担任评审，真是我们的福气。什么你哈？你从摆新民容，好像降降哦。摆咯，好，今天要摆很多嘢坐定来了，看来表演，不然咱唱水咋，伊的鼓励，好吗？好，拭目以待。好，拭目以待。张老师，谢谢。什么啦哈？跟我哋大家来看体育组的表演。参水者表演体由评审判分数，3位评审每个人各有50点呢，每10点呢代表奖金100万元，系讲得到满分50点，就做得到奖金2000元咯。哎，掌声鼓励。好，接下來呢要精彩嘅推薦。你睇看到嘅球係要睇窄嘅流，重嘅嗰四窄嘅嗬，你可以三無人改哦嗬。你可以配合嘅氣嗬，可以沙嘟嘟嗬。哎呀！好，接下來，扣音跌嘅哦哈。平衡感。哎呀，掌聲鼓勵！哎呦，掌聲鼓勵！来，唐光宇、丽萍，好冇？有很多丽萍係嘛？对，这么小的年纪，阿姆哥他竟然有10年以上的功力。哦12年。你的千金，你怎么舍得让他？对不对？苦练这个那么难的特技哈。我啊，其實有興趣啊。那哥哥呢？是哥哥了吧？哦，這是我學生哎。一個好生哎，一個沒兒子哦。半子啊。好。半子。哦，哎呦，先恭喜哈。恭喜。因為他媽媽辛苦。跳多公演你也按太兩百 Q， 那個是要練平衡感的，對不對？對，要從小球，我要做細隻嘅比以前練，這樣會按個跌下下來就。對。是我開花哦，我樹蠶豆嘅團體。哎呦，哇，他們太厲害了，他們上片了各大厲害的節目。對，安尼輪到俺哋一個鄉親同都飛，最近樣開始，哇，就來報名參加了。真的，他們還有很多項，但是因為我們給他們的時間有限。特技如果是要表演的話，可能要2個小時。2點鐘哦。哦。好。電動藝個節目有機會拿到金鐘獎嘅時間啦，吼，咁樣嚟編預算，可能是可以做5點鐘麼？哦，啊，本2點鐘半，很公平啦，哈。來，分享你嘅仲春殘先生嚟講下吧。睇下看到呢一屆吼，很強，色彩很強。個成個我看到啊，喲。用辦個按醬嘅醬色嘛，要用辦做，係唔記做個按摩險嘅事情，該幾教練吼，該拍幾壞心來講哦。問題啊，從頭看到尾啊，完全冇問題啊，是冇一樣啊。我想問吼，該你個射氣球按準啊，你是夜市嘅時間，是不應該跳架腳個嗎？你冇來咧，還拿錢俾你，是冇？對，神射手咧，很強啊！該未用手喎，該用嘴喎，該係咪滴滴轉哦？嘿，我衝唔到喎。好，我今晡日吼看到夜亮太球輸日的時間，我就驚到咧，因為上擺吼，我們封門過演啊吼，我就去個太球嘅，幫我練習一下，練習到吼我副吼白黑。我有冇看到嘛？喂，教練，我問你啊哈，你曾不曾怨嘆過練這個東西？有嗎？哎呀，有時候吧。有時候，還是有時候啦。不過天下父母心啦，哈，啊，還是要聽爸爸的。對。爸爸給你規劃的最好了。
好，今日就先来看丽萍也一堆特技表演，做得拿到100分，还没15分满分，按顺利嘞。老师请给灯。偏偏我越抱越紧。国标舞最基本的摇八。我老公看到的话，不知道会不会造成我的婚姻的危机？哦，不会，会马上生第2胎。老师请给灯。评审分到几多分数嘞？是34是15分。好，15分跟满分啊，做得得到一个红包2000条。好，希望你继续加油哦。谢谢，好，什么呢？我们继续来看海族的表演。好，谢谢。众赏鼓励，欢迎嘅阿曼姐，阿曼姐呀，讲阿曼姐咯，哎呦，哦，阿曼姐，嘿，帅哥，帅哥，是俺妈，俺应该是啦，对啦，你係俺嘅師姐呢？哎呦，
老阿曼姐有那个渊源吗？哦，没啦。哎，你用大边冲过去冲人家二款的，让我搞到呢。根本是代价的来的哦。喂，阿曼姐冇加的噶，沿路开的装备有冇全部都马真嘅。怎么唐讲最近买两件过来空的，系咪？啊，空唔落啊，空唔落啊。主持人都有啊。伊讲一件好空唔啦，又再另外主听一件来空，嘿，差唔多有多少个呀？有算冇？嗯。哈？差唔多780只个，780只哦。哎呦，咁都後上青口咧。係64歲人出來學唱歌嘅。啊，64歲，啊，你今年幾多歲？78。哦，10多年呢。14年呢。咁唔明日啦，吼，對64歲開始，我唱山歌開始，唔通逐禮拜喺比賽裡？沒有，我身體林展義老師學流行歌，但是佢老我講，我嘅歌路係山歌，所以呢，他有韻味啊，哈，山歌，過嚟個長米蘭先生，哈，哎呦，而係哎呀，我唱老山歌噶哈，唔曉得，我含票嚟落魄，拜託陳老師。既然點到唔就麻煩了喲。其實吼清了亮咧，吼唱山歌清好聽，叫動認真學。有人打電話幫我講，陳老師，我好清想唱個老山歌呢。老山歌快唱呢。我講唔得撲嘅吼，我做下準備，唔做彈鼓聲，好危險呢。哦吼。嘿，唔做注意彈，該集體擺唱老山歌。老師，你冇借我，但個演啊吼，攏係下撲哦。反正譬如在海外，你有有事情啊，會睇書，歌唱比賽㗎，叫做去到個舞台當後，見咩動腔咧？哎，即個落撲啊，唱得當好誒，唱到兩下呢。其實唔會啦，冇信心聽你啦。冇緊張嘅，嗱，如果唔好緊張啦，就緊唱緊好咩？阿曼姐要唱到82歲哦哈，唱到冇牙齒，沒這個唱山歌哦。哦，托你們的福，看看今天哦能不能拿到15分的滿分，2000元的獎金哦。來看哦，你嘅評審欣賞，本你嘅阿曼姐得到幾多分數？老師請給燈。開17勝分，哎呦，中3不離。阿曼姐，阿曼姐，你個紅包佢太點哦，做得到2000元呢。哎呀，買兩棟貨啊！買兩棟貨啊！做得，哪一個買不給衝開？痛日都富喎。哎呀，身體健康來，哎，唱線上講嘅唱到120歲以上，好唔好？冇牙馬蹄衝，好唔好？好，謝謝。希望你來呀！哎，剛剛能繼續來看下一組嘅表演哦。很诚挚的欢迎，我敬你一杯一干而尽的黎明，我在南极憧憬你的北极星，我奔你不信星星不相依，你是天意，你是大大的马蹄，滚滚了我的红尘，苦苦追寻冰天雪地，一寸光阴一寸心，一朵昙花一朵缘，一朵雪花一朵梦境，一捧在手掌心，一颗尘埃一菩提，一颗流星一个你，一心一意捧在手掌心。
是夫妻，只是神话的默契的气息，只能再等一世纪。你是天地，你是风雨，你是晴，你是温柔的叛逆，你转我的一年四季。一寸光阴一寸心，一朵昙花一朵云，一朵雪花一朵梦境，一捧在手掌心，一个尘埃一菩提，一颗流星一个你，一心一意捧在手掌心。偏偏我越抱越紧，偏偏我越爱越贪心，偏偏要爱到万箭穿了心，才死心。左手掌握着空心，右手掌握着痴心，十指紧扣一本心经，刻骨铭心这苦心，可不可以不甘心？可不可以不认命？如果可以，那我还给重赏团阳，我们给姚素贞国标舞学院。那就亚一团的呢，还有青多年啊？还有青多年，老师准备如何出去做文化交流？哎呦，国标舞呢？不过哈，哎，看到那个国标舞，真的都看到比如说是双人的，是，根本人动起关，因为一张人跳咯。有样哈。推广嘅主题吼，西来好人较少，民风较保守。啊，你嘅理事长都亲发心思，啊，留了双人嘅舞谱，啊，留男女嘅舞谱做一只综合。啊，故说安尼在表演当中吼，可以到刚强有力，也可以到温柔娇美。啊，留嘅国标舞带用单人国标舞来表现，带到一只新嘅意境、新嘅风貌。唔知大家有喜欢冇？真喜欢，大家拢上爱练诶。我东乡的练黑嘛，啊，不可能临时令欣赏，对不对？他那个体格应该就是要来加入，你们应该就是要来跳的，对不对？嘿，我们说其实哈，我哥哈本身是国标欣赏，可是我弟哈，我弟做嘛13年跳，其实13年跳这样真给展现那个功力。真给呢？哎，刚看见的，看一开始身体一抽高，然后举手投足这样一出去，就出去了，哦，就散发那种女性柔美的魅力，我看的真的是很羡慕。你的福利来了，林老师。要不要一起来学 ？Q 哈来好好嘛？来了顺头讲解一下做的。顺头係咪？哎呀，来順頭，來順頭。是。好来，首先是我们国标舞最基本的摇八，运用我们的核心肌群来做转臀扭腰，跟着时钟盘面1点、5点、11点、7点的方向。我老公看到的话，不知道会不会造成我的婚姻的危机？哦，不会，会马上生第2胎。哎呦，陶醉自我了哈。我到底在相亲同乐会里面做了什么事情？夹夹了款付出啦，冇得讲爱婚姻呢。好啦好啦，夹夹了款的那个评审欣赏了哈。老师，请给灯。哎，国标舞学院得到的分数是15分。哎呦，这张鼓励3分满分。谢谢谢谢评审欣赏。我们的奖金2000元是我们相亲同乐会的一个小小的心意哦。谢谢谢谢。啊，你相亲同乐会大家来上飞，谢谢。看到地方的帮我夹夹来大天发波，哈，牛吧牛吧牛
牛巴嘿！什么感谢你嘅评审欣赏，还有今日嘅表演者，向前同到飞，太假来上飞，再见。